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5月7号在家会主，我们主要分享的是不中用的怪兽。经文记载在以赛亚书的30章1到33节。我们先来看今天的金句：埃及的帮助无济于事，因此我给埃及起了一个绰号，叫他不中用的怪兽。以赛亚书30章的第7节，经文在描述犹大投靠埃及，最后将遭羞辱。犹大人他们藐视先知的劝诫，不听上帝的话，必遭毁灭。上帝也呼召犹大人归回安息，来倚靠他，但是他们却骑马去奔走，投靠埃及，故最后的结局就是败逃四散。先知也预言将来会有一个复兴，但是这个是遥指新约的恩典。最终上帝将刑罚亚述与列国。弟兄姐妹，当你面对危机或者是遭遇困难的时候，你想到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寻求人的帮助，或者是倚靠上帝。以色列百姓他们面对亚述的威胁，他们不晓得求问上帝，倚靠他的帮助，却差遣使者下到埃及来求救。其实埃及本身亦是陷入在内忧外患，如何能够抵抗亚述的势力呢？先知就讲明的说，以色列你们这样的一个举动，其实最终要为自己招来羞辱惭愧。常言道，忠言逆耳，以色列的百姓只愿意听见好听的事、吉利的事，要求先知说平安柔和的话，不要那么刺耳。他们言而不听正直的话，甚至不想提说以色列的圣者。上帝称他们为悖逆的百姓，不听从的儿女。人若固执偏行己路，上帝的话语对他们是刺耳的；但是人若虚心受教，接受上帝的责备，他的话要成为甘甜的良药，有洁净归正的功能。其实上帝给忙乱的人一个得力的途径，如圣经所说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越要应付更多的工作，就越需要更多的时间安静等候亲近上帝，这是得力的秘诀。今天你会不会忙碌到没有时间去领受上帝的恩典呢？经文中描述上帝以2种形象来出现。第一个，他是教师，他也是审判者。上帝施恩好怜悯，但是他也借着他所颁布的律法和他所兴起的先知，教导百姓行在正路上面。以色列百姓不遵守律法，不听从先知的训诲，所以上帝便用杖来管教责打他们。他们若肯回转，主必施恩应允，向他们显现。其实人若回转归向上帝，在他的事物之下，大地也将要有丰盛的出产。上帝不单惩罚以色列人，他的杖亦击打以色列的仇敌。亚述曾经是上帝使用的怒气的棍，但是现在上帝要击打他，刑罚他的残暴狂傲。我们来默想，想一想你得着力量能够平静安稳的秘诀是什么呢？你是寻求人的帮助，还是依靠上帝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你呼召我们来到你那里得着安息。我现在要寻求你，求你除去我的忧愁与重担，求你开通我的耳朵，能听见你指引我走正路的声音，帮助我定睛仰望你，不偏离你的恩典之路。祷告是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收听
我们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来订阅，并给我们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我们一天充满平安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